后来继续来看台中清水的建国国小，伫咧去活动中心的期间，意外来发现到书前的文物，学校特别规划着相关的教学活动，让学生趁即摆的机会来见识到当地书前文化。 学生伫骨头希望讲会使找到书前的文物。清水建国国小伫咧去活动中心的期间，意外发现书前的文物，经过鉴定，确实当地属于清水中社遗址的范围。在这个废弃的土里面，有很多的文化遗物，包括陶片，包括贝壳，包括以前的遗骨。 学校甲考古团队嘛规划考古体验活动，和高年级的学生动手去学，亲身体验考古的趣味。兽骨，可是想看的人骨没有看到，比较可惜的。发现到那个贝类和那个陶器。即摆伫建国国小考古计划，除了讲有飞鸦片、野蛇骨头等等文物，冒挖出6区的人骨，后续将由文化局安排保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